3、2、1，機生育才55載，同心求進展異彩。我哋基新中學從開始到而家，我哋堅守一個理念，就係有教無類，全人教育核心價值。我哋希望啟發每一個學生佢嘅潛能，因為每一個人都係上主特別俾我哋。咁亦都喺度再次多謝當年教導我哋嘅師長。今晚咧亦都有5位嘅創校老師咧係嚟臨我哋呢個今晚55週年嘅餐會，喺度亦都衷心多謝佢哋對當年對我哋嘅教誨。我哋亦都係今晚以一個感恩嘅心，會向學校嘅老師校長表示深深嘅謝意。我深信上帝會繼續引領我哋喺新嘅時代下，並肩培育豐盛生命，攜手見證基督大愛。